Hello，今天是总监团队IP 操盘的拍摄现场。我们的拍摄现场，我们的编导和我们摄影师都是按照我们的 SOP 在做现场的进行。我们每一个内容都是事先确认过选题，把脚本大纲写出来之后呢，在现场我们的编导和摄影师引导我们的 IP 做最好的呈现。那为了追求我们所 IP 能把我们的选题跟文稿现场能表达出来，我们现场会做提词的方式，跟 IP 先互动聊一遍，然后呢再提词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这些脚本都是总监跟我们执行长设计过的，是看着让观众有反应，跟平台会辨识它归类于哪一类的主题，能找到观众。所以你不要看一支短影片它能获得自然流量上推，它背后是经过整个团队的努力而做到的。所以如果呢，2025年你是行业专家或是企业老板，你想要快速的把你的短影音跟 IP 做起来的话呢，来喝茶，点头像可以跟总监团队联系哦。